这里是台中三阳玉福真公庙，玉皇大帝那个慈济正眼法师虚伪对不对？那个他歧视原住民，然后他不去救那个释迦牟尼佛转世，对吧？所以慈济所有人因为他的一念之差，已经被降天谴1个多月了吧？正眼法师王福以他拿人成佛多年的好处，却对释迦牟尼佛转世见识不救，对我见识不救，对吧？来一个正一反，正面全讲对。哎呦，一正一反，可以吗？3两项，再一个一样的结束话题，谢谢。